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芝，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最近有一寡民众真流行去素食店作怪，甲喙烂喂伫别人店的素食顶悬，佮乌白撞到油干仔，将影片传去网络顶悬。其中一间受害业者就正式对人客提告。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甲南韩国防部长会谈，美国答应要调动运行战机、甲核动力航空母舰等等组织战略武器予南韩。两国2月要伫美国演习因应核子的威胁。英国《Times》报道，英国甲欧盟达成一项海关的协议，为欧盟卖去北爱尔兰的货品，欧盟袂阁检查。欧洲法院会伫北爱尔兰法院同意的时，才会做裁决，解决英国脱离欧盟以后，北爱尔兰面对争议。接落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巴基斯坦的清真寺爆炸，超过100人死亡，民众是真惊吓，烦恼当地塔利班恐怖主义的势力会阁反抗，而且巴基斯坦的政府恐惊也无才调应对这款威胁。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印象派画家莫内作品，有一个看起来朦朦的特别美感。根据最近一项研究，分析100莫内加另外一位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发现这挂作品看起来朦朦，可能和当时工业革命产生的空气污染有牵连。来看伊朗有一对男女朋友是网庆，甲因伫俄兰主要的地标跳舞的影片公开，传去网络顶悬，去互伊朗的法院判决超过10年，而且审判期间袂使请律师，嘛袂当开钱甲人报出来。另外，缅甸的军政府政变满2年啊，人权的问题拢无改善。根据统计，去年有19000人因为反抗军方的镇压煞死亡。21岁哈吉吉甲未婚夫12岁艾哈迈迪伫德黑兰有名地标阿扎迪自由纪念塔斗阵跳舞，这段影片伫社群媒体传开了后，两人互人掠去。近期总部设伫美国伊朗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的消息，两人是网红，分别被判10年6个月徒刑，禁止使用网络，佮限制出境。罪名是鼓励腐败甲公然淫秽，也佮故意破坏国家安全的组织。消息人员指出，伫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因请律师的权利遭到剥夺，争取保释也互人拒绝。去年9月，考特州22岁查某囡仔艾米尼无挂好头巾，被掠身亡的事件引起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了后，伊朗当局强势控制所有形式的袭击。联合国统计，至少1.4万人互人掠去，其中不少是有名人士、记者甲律师。在缅甸2月7日军事政变已经2年，人权问题无得到改善。民选政府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书记，互人赶落台，佮经过连续的非公开审判，判超过30年徒刑。百姓反抗军方遭到镇压，联合国指控缅甸军方犯战争罪加反人类罪。军方表示，家己咧展开一场针对恐怖分子的合法行动。At least 17,500 people, political prisoners, have been detained. At least 38,000 homes and clinics and schools have been burned to the ground by the junta. The total number of displaced now in Myanmar, 1.5 million people. Half of Myanmar's school children, more than 4 million, do not have access to formal education. 根据总部设伫美国的武装冲突地点甲军事数据项目组织的数据，去年提武器反抗军政府镇压死亡的差不多有1.9万人。联合国表示，国际社会无亲像面对乌克兰问题共款，共一个阵线，所以2年来拢无法度有效解决缅甸的危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AI 人工智慧是未来趋势。最近有一个 AI 应用程式 ChatGPT 是真出名。自去年11月上市，伫5天内都有100万的使用者。这个 ChatGPT 就亲像一个开讲的机器人。都有人会问讲，这和 Apple 手机的 Siri 有啥无共呢？ ChatGPT 唔但会当甲使用者一个问一个答，伊阁会晓创作音乐、电视剧本、囡仔歌、写论文甲歌词嘛拢无问题。正像这边，咱实际使用一个用元宵节做主题，请 ChatGPT 创作一首歌。无到1分钟，伊就写100多字的歌词。当然，你若无介意，阁会使要求伊修改，一直改到你满意为止。而且 ChatGPT 唔但会晓编写电脑的程式，
各有摘掉列出唔对的所在，应用的范围实在是真宽。ChatGPT 则好用，当然都有学生会上空上芳，会利用机器人来写功课。为着要防止不当的使用，科技公司就推出 AI 内容辨识器，让老师来掠抄袭的内容。这么厉害的技术，微软公司进前也宣布，佮投资10亿嘅美金发展 AI。伫问问题，即连输入问题也是任务，当体就随找出一堆答案。OpenAI 公司发行的应用程式 ChatGPT， 去年11月拄推出，就受到关注，尤其大学生的社群上热。原因无别项的，都是因为这套程式会当替因写功课。It can answer pretty much any question you throw at it in any form, really, you ask it to. So it can write poems, it can write scenes from plays, and it can give in-depth, human-sounding answers. 这项功能，互全球的老师拢感觉紧张，毋但烦恼学生的功课拢用抄的，佮惊 AI 是提供毋对的资讯颠倒害。美国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甚至是宣布禁用。Well, it's trained on a large data set of curated written material, for instance, Wikipedia, all the books in the world, scientific papers, code, a lot of things like that. And it literally is trained by giving it a sentence, blanking out the last word, and having it learn to guess what that last word will be. OpenAI 随伫即礼拜推出另外一款应用程式，专门提供教职人员来查功课的内容，敢是 AI 写的，但是辨识的成功率干那26%，而且干那会当针对英语。OpenAI 嘛承认讲，只要小可改内容，就会当对这检测系统洗过去。不过，微软公司嘛是真看好 AI 技术的发展，早就伫2019年继续投资 OpenAI， 即马搁开10亿美金，希望要甲 OpenAI 塞过去做全球 AI 研发的龙头。但是变起来 ，ChatGPT 今年预估敢若会当赚2亿美金，嘛搁有真侪技术的问题爱解决。公司新闻纽眼编译。全球经济通货膨胀，不管是倒一个百姓，拢想要加欠一寡钱。伫法国的巴黎，都有大学生去说法价真俗的宿舍，不过世界拢加热，房间阁升高，卖似是恐怖电影。若伫英国能源价小称悬，民众无钱开小气，有图书馆甲慈善机构合作，提供民众免钱的小茶甲食面。法国巴黎南部一间学生宿舍，最近真多谈论的话题，因为内底实在是真旧真垃圾。It's moldy. Humidity comes in through the window. It's full of water. There's also mold in my wardrobe. I kept my bed linen up there and some sheets touched the wall and also turned black. I keep my clothes away from the wall. 房间的壁也阁有沙涂啊，插座拢生菇甲变乌。无讲也为是日本伊藤润二的恐怖红仔册场景，公用便所也是相款的情况。There's just mold everywhere. It doesn't smell very nice. The swimming pool is just 2 minutes down the road. I go swimming and I use the showers there. 这礼拜这垃圾的环境，确实由公家资助的机构营运的宿舍。这个宿舍计小真俗，一个月租金含水电无到160块欧元，只有大票5000通块。无啥一个学生也负担得起，因为内底无好好来修理维护，毋那四界拢生菇、壁岩，也佫有胶纸也一堆。伫房间灶骹便所四界走来走去，安怎拍安怎清也拍袂完。There are days when I see that and think, am I seriously living like this in France? 垃圾臭摸摸的情况引起当地学生会关心，并且要求来改善。宿舍营运单位是回应，据宿舍未来几年会大翻修，只是对即阵住伫遮的学生来讲，根本无法度等到迄阵。比较之下，这个环境缘故就是天差地。本来互人伫内底车棚洗，册柜边有囡仔佚佗的所在。复习的咖啡厅也有免费烧的饮料甲烧汤，看起来是真温暖的所在。其实是英国一间图书馆。当地去年物价一直起，真侪民众无法负担真贵的能源的费用，生活有困难，有慈善机构想要甲图书馆合作，设立温暖的空间。In almost all of our sites, we're offering free hot drinks all winter. We have kindness racks, which are second-hand warm winter clothing that's been cleaned, that people can just come in and pick up. It's a great warm space to come to because obviously cost of heating these days. My house has been cold and this is always open 7 days a week.
图书馆是开放所在，处理真方便，需要帮助人免烦恼别人的眼光。除了来遮行修看册，摕一个3C USB 充电，索取卫生用品。官方也甲食物银行来合作，供应免费食物，并且提供单位小组的交流活动。希望在这波通货膨胀压力之下，和民众互相来挖苦渡过难关。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加拿大的 BC 省为1礼拜开始试办一个计划，针对一寡有少量毒品的民众，免除因的刑事责任，拢总要试办3档。当局对外讲法是希望消毒技师，甲毒品准做健康问题来看，互吸毒的人有机会回到社会，恢复正常生活。不过，民众对新政策的看法都无同啊。加拿大毒品问题是真严重，从2016年以来，已经有超过3万人因为过度用药来死亡，其中 BC 省就占1/3。为了处理这个危机，当地政府推出一项反毒的计划，为1月30日开始。原来是持有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或者是可肯等等，在2.5公克以下，都袂去用起诉或者是罚款。毒品嘛袂去用没收，改做用鼓励方式，让因接受解毒的治疗。这项计划会试行3年。当局的用意是希望会当改变一般人对食毒的偏见，该看作是一种健康问题，让患者会当勇敢来寻求协助。未少民众嘛认为讲，这项政策有正面意义。It gives some room to those in possession to not be incarcerated, to not be arrested, to not have a record. Well, yeah, I think a lot less peopl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from overdose. People will be able to get help.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go get help. People aren't going to have as much stigma, hopefully. 不过，嘛有人认为讲，安尼做有好有歹，都要看实施的效果啥款。So I feel like if we can try for 3 years and see the results, I think only the results can really tell us if it's going to create a positive effect. 专家对新的措施是表示肯定，不过嘛强调讲，想要真正解决问题，都要提出周知的讲话方案，而且消灭非法毒品供应的来源，才会当互反毒的计划发挥更较大的效果。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